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陈伟民。中国因为武汉肺炎已经超过1000人来死亡，确诊的这病例犹原继续来增加，咱讲已经超过4万，嘛是因为这中国疫情继续来烧炭。咱讲菲律宾雄雄伫咧昨暗宣布讲哦，即时要拒绝直接按中国香港、澳门的旅客来入境哦。咱讲台湾嘛受到这个一中的原则防拒绝，台湾甲中国绝对唔是同一国。咱外交部嘛讲吼。若是疫情控制了，无个摊开，嘛定着会继续说服菲律宾哦改变这战决定。另外，咱讲到香港哦，目前已经有42站诊断确定的这个病例，是毋是已经有社区的感染？因为突然食火锅，这个烟雾都有可能会当传播吗？这个共社区佮病毒照着这个化学池排气管探病毒，到底是要安怎来避免甲防疫？尤其咱讲到台湾的例哦，咱讲台湾第15例甲第18例吼，这个中间哦，这4例拢是共厝内一口罩啦吼，诊断确定。尤其咱讲18例，真正是无镜头这个案例。台湾安怎避免这款的这个社区感染？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要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这不顶，咱先邀请到来宾，第一位是咱小儿科医师林永仁。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团团媒台湾组主编何新杰。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咱连面卖甲这个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秘书长廖武文来做访问哦。首先，咱要来先邀请到咱的这个医师啦吼，就是讲咱这回已经看全球安尼咧烧炭吼，啊，其实咱的这个副总统陈建仁伊嘛讲哦，咱讲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这款的这个病毒哦，伊其实是高传染性，但是是低这个致死率啦吼，但是。过去咱拢怪用这个 SARS 来做比较，但是这回咱啊看，可能伊会变做是一款这个流行病毒，这个感冒化这个病毒的这个部分啦吼，你安怎看咧？伊讲了嘛无唔对啦吼，因为传染遮侪人啊，是啊，但是伊的死亡率咧，除了伫中国以外咧，其实是低安尼。是，差不多是讲起来是差不多流行感冒的差不多2倍安尼尔。所以有真侪人认为讲这个。冠状的这个病毒呢，事实上呢，就是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呢，事实上到尾仔就会甲当作是流行感冒安尼来看待啦。是。流行感冒当年，你知影，大家当年拢嘛咧，咱拢咧做流行感冒预防针。有啊。啊，当年流行感冒嘛拢来。是。啊，所以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呢，若讲继续传染落来呢，到尾仔呢，变做讲有可能呢，冬天伊来，热天伊佫无去啊。伊佫无去。啊，当时呢伊无消失去，因为当时啊。佮天气冷，伊过来啊。但是呢，人类就是安尼，人类甲一个病毒呢相处久了呢，其实呢，咱会有一个抵抗力出来。那像流行感冒共款，流行感冒呢，所以咱若得流行感冒，咱就抵抗力会走出来。但是流行感冒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随时咧变化。这就是安怎讲呢？当年咱咧做流行感冒预防针，但是你看，咱咧做出片的预防针，咱无咧讲当年咧做啊，咱一边上计做1摆2摆，咱就解决去啊。是。但是流行感冒预防针，逐年拢咧做。啊，就是讲这个病毒呢，伊嘛是咧讲想讲，啊，你有抵抗力，啊，我嘛要进化，我嘛要改变我家己。所以你看流行感冒的病毒呢，真高怪。几年啊了，就变一个新的出来。是。变一个新的病毒出来，啊，变一个新的病毒，你就无抵抗力啦。啊，你就佫会互传染掉。是。啊，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呢，其实嘛有这个现象啊，因为伊拢是属叫做 RNA 病毒，就是。核糖核酸病毒是，这个病毒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伊足袂稳定的。有啊。伊吼传染了吼，伊即摆伊咧复制家己的时阵啊，有当时会出现错误。啊，有发生错误了，但是有当时会变做一个新的物件出来。是。啊，变一个新的物件出来，你人佫无抵抗力啦，伊就当个传染足侪人。是。哦，这是病毒甲人类在对抗。这是生物甲生物中间的拢有这个现象啦。是。咱就等下再来看讲吼，到底这个 SARS 甲 H1N1 新型流感甲武汉肺炎这个比较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全球疫情目前探到这个程度吼，这个咱头拄嘛讲到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1017个例啦吼，这是中国这部分，另外加上这个菲律宾哦，嘛是有1例啦吼，所以说拢总这个死亡人数是1018例啦吼，咱讲。中国确定诊断出来有42638例啦吼，另外咧嘛是一件代志爱关注，就是讲咱这个选手公主科目前停伫咧日本这个约克哈马遮啦吼，啊有一个135个这个案例啦吼，
因为这个日本吼，过去拢甲这个增加这个案例吼，增加到日本啦吼，所以日本即马现主时的处理方式，就甲这个选择公主号这个135例吼，当做是 others 啦吼，当做是其他这个案例啦吼。但是咧，其他就连咱这个台湾哦，就是这2天拢无这个新的案例来产生嘛，是真互咱这个欣慰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讲到头拄啊，这个上济这个案例，也阁是伫中国42638例，尤其拢是逐天来增加这个部分啦吼。咱先来带大家先看讲头拄啊，咱有讲到 SARS H1N1 甲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到底有啥物差别啦吼？这是根据着咱这个副总统陈建仁吼，伊对武汉病毒这个分析啦吼，伊讲冠状病毒咧，豆自这个低传染高致死的这个 SARS 病毒吼，演变做是高传染致死率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啦吼，同款的伊会变做是亲像流行感冒性的这个病毒同款啦吼，所以这个疫苗有啊无吼，可能是未来这个关键的这个部分。咱先来看到这个 SARS 啦吼，过去咱讲这个发源地是咧原地吼是伫咧广东，这个密布啦吼，龟鸡吧拢是这个动物的这个宿主啦吼。另外发生的这个时间是2003年啊，传染力吼较低。但是伊的致死率哦有差不多10至15%啦吼，对抗这个病毒的这个药物吼是迄当阵是无啦吼，疫苗嘛是无。咱看到 H1N1 这个新型流感这个部分吼，伊伫 Mexico 啦吼，这个动物的宿主是这个低，传染力是较悬的吼。另外咧，伊讲这个轻重的时阵哦，对当传染。致死率伫 Mexico 是2%，其他国家是较细过这个0.1%啦吼。另外咱讲伊这个对抗药物吼是有啦，亲像这个克流感这个药啊。另外咱讲到武汉肺炎哦，就是这个传染力较属于中型的这个部分，轻症就会当传染。有的人嘛讲无症头就会当来传染啦吼。伫中国致死率差不多2.2%啦吼。其他国家是0.3%，目前这个对抗这个病毒的这个药物咯，也搁咧实验当中啦吼，疫苗嘛在研发当中。咱讲到头拄啊有比较到这个流行感冒甲这个武汉肺炎啦吼，咱如果讲到这个致死率是比过去咱这个 SARS 完全无共款，是会变做是流行感冒化。对着中国，咱头拄啊讲到，可能是伊这个医疗基础伤歹嘛。对，因为中国的医疗系统咧已经有遐济病人吼，是，互伊用甲无法度处理啊。医药人员也无够，病床也无够，外口佫摆一大堆人。你无法度处理这些病人啊，你轻症会变做重症，重症会变做死亡啊。是。所以一个医疗系统，所以咱是安怎？咱咧反对讲，咱医疗系统有偌济，咱袂使送伤济人入来，就是咧讲即个代志啊。咱的医疗系统若受中国大陆安尼，咱变做一寡人无法度处理了，轻症变做重症，重症变做死亡。所以医疗人员咧反对讲，袂使一遍入来伤济即个武汉肺炎的病人，或者是一寡感染的人伤济，伊就无法度做啊，无法度做，根本咱就变做大陆化，变做中国化去啊。所以咱有偌济能力做偌济代志，这是应该的代志。无咱想煞死啊！台湾想煞中国拖死啊！对医疗的帮忙啦，对啊，是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主编辑啦吼，就是咱讲到这个中国，其实咱伫端传媒伫咧这个中国嘛，这个特约的这个记者啦吼，因看到的现象是毋是甲咱一般媒体看到的现象是差不多，还是讲搁较严重，也未报出来？较严重的一件代志就是讲，因即马。甲医生讲的共款，都是因为即个医疗的系统是人其实足无够的，所以有足侪人是伊是确诊的名单以外，但是伊伫病院死去，过身去，但是伊无法度去检查讲到底伊即个死亡是其他的病，还是讲是即个肺炎，所以呢，伊的名单吼。外口吼，阁有足侪人，可能是咱的即个肺炎的患者，但是咱毋知影，所以咱有一篇文章就咧讲确诊名单以外，阁有足侪的人，这是无法度去检查，无法度去确定讲到底因是啥物状况的，所以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是有影啦吼，就是讲，即个中国已经拖到遐尔即个无法度收煞啦吼，当然香港嘛，咱头拄讲到有42站即款即个案例，咱讲。食火锅啦吼，因19口罩啦吼，就是讲有10个人竟然因为食火锅，10个人拢中标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共社区的嘛，因为这个排泄管这个这个部分啦吼，嘛因为安尼来探病毒，咱先来看讲香港现主时是毋是已经社区感染嘛？专业人员穿防护衫来社区1楼等待环境采样，即便是挂嘴暗，坐巴士进行隔离。
这是香港青衣中空圳空比楼传出广播港楼站的居民小连续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特區政府係高度重視呢個個案嘅，所以衛生防護中心咧已經係聯同工程師同埋專家進行詳細嘅調查。呢一個詳細嘅調查咧喺今日會繼續進行。武漢肺炎的疫情繼續跌斷，香港到七十累計有42個確診的個案，其中第42個確診個案的62歲女士，甲第12位個案75歲患者，同款攏住佇青衣中空圳空美樓控制單位。雖無兩個人離十層樓，毋過因為兩個人先後發病，又閣是住頂下層，香港政府調查了後發現，兩個人住的單位便所排氣管接塞管，而且樓下患者住的所在排氣管無封起來，無排除講病毒透過這款方式傳播的可能性。因为这个病毒会从大便排出，所以它会从我们的大楼的下水道这个系统出去。那如果这个大楼老旧，然后它的化粪的功能或者这些灭菌的功能不好，然后可能有些管线出问题的话呢，这个病毒会往哪个方向跑，很难预测。医师表示，武汉肺炎病毒的喙瘰入到空气当中了后，什么款传染的可能性拢有。民众要保护家己的话者，也是爱接洗手、刮喙罨是上安全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亲像香港这个例哦，透过这个化学管哦，这个部分吼，其实伫SARS的时阵，某一阵案例是安尼啦吼。对，伫香港迄阵有一个大楼，就是安尼。是。有一个人SARS，可能伫这便所是毋是有在扫啦，还是讲伊的病毒是毋是对？有放屎有那出出来，伊咧冲迄阵有可能即个气哦，内面有一寡病毒，就化过规层楼啊。迄阵迄个案例吼，总共几啊10个人着即个 SARS， 即个。即边即个武汉肺炎这是两个咧，这较歹讲啦。来 SARS 迄阵开始有即件代志，是。但是即个代志呢，伫世界别国呢，无发生即个代志啦。所以有人讲是毋是伊迄个设备较歹啦，吼，是毋是咧气管哦咧？其实咱即摆较好的大楼吼，即摆是站拢有一站独立的排气管的，毋是讲规个大楼的排气管拢通的，毋是讲这一辆伫遮大便伫遮所以放在规个人拢臭了了的，袂安尼呢。即摆较新的大楼是无即个设计，有较独立的迄个排气管。但是旧的大楼就是讲一个排气管拢对2楼甲可能甲顶头楼呢，规个拢通相通的，敢看迄个顶楼吼，迄个排气管咧排气呢，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代志啦。但是敢两个案例吼是较歹讲啦吼。佮讲食火锅迄，食火锅是。我讲实在，咱即摆是冬天，你即摆火锅咧烧迄阵是有雾气，有雾气。其实即个例吼，较早伫香港嘛发生过。是。较早有一个SARS的病人走去香港的急诊室，伫急诊室迄阵，人是讲伊咧喘，所以互伊输一种叫做气要甲气管拍开的迄个药啊。咧输迄阵，你搁较着着SARS的人会扫，着哪输哪扫，哪扫咧，即个病毒咧就附伫迄个气迄个雾气顶头咧，到尾规个急诊室的人，包括医护人员，包括遐病人，大家拢着。所以咱即摆，咱现代咱嘛是咧讲，你若讲即摆有一寡病人爱输药，会当卖输尽量卖输，因为你毋知讲即个人是毋是有着咧武汉肺炎，所以这爱小心。你咧火锅伫滚迄阵有迄个烧气出来，然后拄好有迄个一个人有着病，伊扫一下，即个病毒都附伫迄烧气内面，煞规间厝的人伫内面拢会输着。所以这嘛要真小心啦吼，即个火锅确实有迄个烧气伫的。所以这个火锅确实有可能嘛，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安尼烧炭啦吼，所以咱要来讨论着一个物件，就是虾米款的这传播方式，或者是气溶胶啦吼。咱先看咱这个图表安怎做，咱讲气溶胶吼，伊这英语名叫做 aerosol 啦吼。简单来讲，就是讲这个烂手啦吼，若是混合伫咧空气中变成这个气溶胶，你这个喘气的时阵吸入去，就会导致着这个感染。但是有这种这个讲法，咱看到这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詹群，伊是安怎讲的？伊讲吼，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这个传播途径哦，包含着这个气溶胶的这个传播啦吼。这个烂手若是混合伫咧空气内底，就会形成咱头讲的这个气溶胶。边仔人若是吸入了后，就会受到感染。但是咱这个中央研究院生理所这研究员何美香，伊就毋是安尼看。伊讲吼，这个中国想讲，这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款这个空气这传染啦吼。但是这个敢若讲无证据啦吼，若是真的，中国院内这感染一定是搁较侪。
另外，咱看到台大感染科的这个医师啦吼，伊讲医学上根本无虾米款的这种这个讲法啦吼，是中国家己创的这个名词。学理上呢，敢若有这个烂手传播甲这个空气传播啦吼。咱讲烂手会当传播2公尺，啊空气传播会当是20公尺啦吼。所以意思咱真正是安尼看吗？还是讲气溶胶这种传播方式，其实就是这个空气传播？伊咧讲气溶胶的这个名词，其实就是咧讲空气传染。因为中国有当时伊发明新的名词出来啦吼。啊，其实空气传染的病嘛是有啦，比如讲咱咧讲出毛出皮，这个病毒，啊，甲气流这个霾菌吼，这2项拢会当对着伫咧空气中，咧飘，咧飞，啊飞较远，啊你若输入，你就会得病。是。所以这个武汉病毒，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物件啦吼，讲实在，这个新的物件，咱还袂讲做真完全的研究进前吼，咱。歹讲啦，是。你要讲伊是毋是真正有空气传染哦？你无爱着证实，讲有以前吼，莫讲伤早。咱即摆是咧讲，主要是咧讲即个飞沫感染啦，主要是咧讲这，就是讲你扫啦，流鼻水拍下像迄阵吼，啊附伫你即个拍下像出来迄个鼻水啦，还是讲喙内的顶头咧，啊伫咧空气咧飞，啊即个飞因为较重，所以。我都飞上久，伊就落落来，所以差不多2公尺。对，差不多应该是2公尺。啊，但是较通风的所在，就搁愈少啦，吼，都较袂。伊即摆风咧飞，就甲飞散去啊，较袂讲传染着人。是，这个部分啊，就是讲烂手传播啦，吼，咱讲喙烂，也是这个流鼻水啦，吼，这个差不多2公尺，所以嘛是讲接洗手，这嘛是还搁一个提醒着观众朋友。另外，咱头先嘛讲到，就是讲咱台湾医学人员吼，进前嘛发出声明，讲咱台湾负压隔离病房差不多是1100个这个病床尔吼，咱台湾的医疗人员伫即站已经病甲足暗然后，所以伫咱这个医疗人员，还是讲医疗这个能量吼，已经较这个缩少的这个部分吼，咱就要主动着无限制的这个包机这个方式。咱先来看讲咱的这个报道。拒绝政治搞飞机。拄全台湾20外个产业工会来代表，还佫有公民联署发起人，再起来一关署大门头前顶前，呼吁政府严格保守防疫底线，唔通互直款式包机超过医疗专业的考虑。因为进前网络联署才短短3天，都有超过22万的民众参加，希望讲会当互政府来做民意的靠山。就像如果我爸爸妈妈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希望包机可以回台，但是重点是说我们要分轻重缓急，然后我们要求说名单必须要透明。公民甲社运团体诉求，包括袂当无限制包机转来台湾，必须要精心评估台湾本地医疗能力，完成一批才搁开放后一批，而且必须由台湾的防疫人员陪伴，甲防护做好，而且请政府部门保障医护人员的防疫物资无问题，譬如讲优先发催案，互第一线医护甲防疫人员。医检师的工作环境呢，就是在实验室里头。所以，我们医检师暴露在高感染的风险之下。那我们呼吁政府呢，重视医检师同仁的防疫设备。第一，防疫优先；二，弱势优先；三，防疫量能容许之原则，持续与陆方沟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拄今仔日开始，医疗院所取样的配送量会提悬到170万个。无论是医术人员、清洁人员等等，或者是基层的诊所员工，取样拢有够通好使用。啊，若是第2批留伫咧乌包武汉的包机，当时会当出发。指挥中心强调，讲，伫咧防疫优先、人道优先的原则之下，两岸也搁伫咧沟通协调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是讲到咱这个医疗人员哦，有这个呼吁啦吼，所以咱要先来邀请到咱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秘书长啦吼，伊就提供到这个观点，伊讲吼，台湾政府爱主导这个实际这个登记人员啦吼，包机这种问题啦吼，应该爱好好来做准备。另外咧，伊2月初5就伫咧香港啦吼，啊目前爱先做这个居家的这个检疫啦吼，咱先来邀请到咱这个老秘书长，秘书长你好。你好。秘书长，咱要来请教，就是讲吼，因为香港过去就是讲有这个咱讲到医师啦吼，有讲罢工这个情形。啊，咱看台湾吼，其实嘛是有同款的这个情形，就是讲咱的医疗差不多是1100个这个负压隔离的这个病床尔吼，咱台湾的能量嘛无够啦吼。啊，甲香港因的这个罢工是因为这个边境进前咧管理的时阵吼，就是这个林郑月娥伊有出状况啦吼，所以咱安怎看讲台湾甲香港这2个案例咧？我先讲，我先讲香港医护人员罢工的情形。伫咧顶个月底的时阵，迄香港的特首
甲足侪记者讲咧，讲任何甲武汉肺炎有共款症状，也是确定是武汉肺炎的病人，因只要是确定是武汉肺炎的病人，毋管伊是香港人，还是伊是中国人，因咧隔离的时阵，伊的治疗因的钱，拢会当免付，就是免费安尼。啊，伫香港自武汉肺炎的进前，香港的公立病院甲香港足侪医疗资源都互足侪中国人去用。搁加上去年的社会运动，互医护人员真不安。啊，伫咧2月1号的时阵，我为台北出发。2月1号的中昼去香港看因罢工的投票。因罢工的投票，总共有3000至4000个医护人员参加。伫咧2月1号的暗时是3123个赞成票，比10个反对票，通过这个对抗武汉肺炎的罢工计划。这个对抗武汉肺炎的罢工计划，因诉求的内底是讲，第一个嘛是上重要的一个，就是全面封关。什么叫做全面封关呢？就是甲香港甲中国内底关口、港口，甲还有一个机场，拢总封起来，毋是香港人的人为这13个关口入来香港的市区内底。因的诉求，因罢工的诉求，毋是讲要经济福利，嘛毋是要薪水，因的诉求是希望讲香港的健康甲安全，莫阁有社区的感染。伫咧2月初3的时阵，就是罢工的头一天，有2300个医护人员，因早起摕因的员工证去7间无共的公立病院报到签名，领传单发予民众，希望讲每一个香港人拢会当支持因的诉求。伫咧2月初3的暗时，香港的政府派一个高层的代表，甲工会干部谈判。我本人就伫咧谈判的现场，但是这个甲政府谈判的这个过程是失败，因为政府唔愿答应，爱甲所有的关口拢封起来。然后2月初4，就是罢工的第2天，有愈来愈侪医护人员，包含讲4500个护士、360个医生，甲其他足侪无共款的医护人员，总共要8000个人去参与这个罢工的活动。但是因为这个2月初1头一届投票的计划，对抗武汉肺炎的罢工计划。罢工的计划是2月初3甲初7，所以2月7号的时阵，这香港的工会就请医护人员补第2摆的投票。但是2月初7的时阵，香港已经有愈来愈侪武汉肺炎的确定的病人，所以大部分的医护人员差不多有4000外个人。投票希望2月8号的时阵会用转去病院上班。我个人的观察是，若是为诉求来看，因为政府无答应工会诉求，所以这场罢工的活动，足侪人会认为是失败。但是我个人为参与的人数来讲，这个罢工的活动，我认为是成功的，因为这场罢工的活动是香港头一摆，香港的历史上头一摆有上千人的参与。我伫咧香港坐客运车的时阵，在我的迄司机伊就甲我讲，伊真支持罢工的这个活动，所以我是替香港的医护人员感觉真感恩。
有影啦吼，感觉真烦恼。是，因为这个诉求就是讲吼，本地爱全面来封关啦吼，禁止任何旅客由中国来入境啦。另外咧，就是讲吼，这个公开承诺哦，绝对袂来尾啊来算这个数啦吼。另外，咱看到咱其实台湾嘛，伫这个医师自由工会这个诉求内底有讲到吼，就是针对台商包机的问题，一定爱由政府来主导登机的这个人员，爱有紧急需要这个国民来优先啊，绝对袂当像这个第一站这个包机的事件安尼。另外，咱讲到爱本国防疫人员来陪同啦吼，千万就是爱做好上好的这个防疫的这个部分，才袂当有任何漏交去的这部分啊。另外，就是上重要就是讲，袂当无限制来做包机这种行为啊。咱的这个工会这个诉求，就是这3点嘛吼。是，我搁讲较济，就是这个人数的活动咧，为2月7号开始到2月8号，短短一天咧。都有10万的医护人员，台湾的医护人员签名。台湾的医护人员的上新的统计数据，总共有30万人。伫咧2月8号的时阵，我本人甲医生工会干部，啊，阁有发起连续活动的吴医师，阮就去大陆委员会去开记者会。伫咧这个记者会，阮甲大家说明讲，这个连续的重点是包机的名单爱。由台湾的政府来决定，因为为武汉返来台湾的即寡唔管伊是大陆人嘛好，唔管伊是中国人嘛好，唔管伊是台湾人嘛好，唔管是啥物人，伊返来台湾拢会用到台湾的医疗资源，所以爱甲大家报告的代志是，台湾的主治医师。伫咧武汉肺炎的进程，伊是无任何路基法的保障，嘛就是讲一个医师，伊伫武汉肺炎进程，伊连续做工课24点钟，是咧台湾无法律会用开发的。而且台湾的病医有足侪护士，因一个护士爱照顾20个病人。即摆雄雄来一个武汉肺炎。所有的医护人员拢爱付出足侪另外的工课，但是原本毋是武汉肺炎的即寡病，比如讲肺结核，也是其他的病，是袂因为武汉肺炎入来台湾就袂继续看病。另外，头拄主持人有讲，台湾的隔离病房、负压的隔离病房，为总共的数字是1100床，无毋对。但是我昨看到的上新的数字是，即寡特殊的隔离病房只剩479个病房，所以所有的医护人员拢真烦恼。若是即个武汉包机的名单，毋是经由即个台湾的政府了解台湾的状况，去决定包机的人数。若是即寡人为武汉就飞两机的时阵，都无挂喙阿嬷，也是无其他的保护，台湾的医疗敢真正准备好，阮实在是真烦恼。是，真正台湾这个医疗吼，袂当因为这个无限制这个包机的这个行为啦吼，来影响到可能咱规个这个台湾医疗可能会崩盘起来。感谢廖秘书长，感谢。咱要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讲中国这边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哦，诊断确定咱头拄讲到已经超过4万个啊吼，治病过往嘛已经超过17当前的这个 SARS 这个人数。昨咱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哦，真哈尼看去，伊讲哦，人就伫咧北京市的病院和社区内底来见面，和这个民众来见面，咱先做来看。挂外口的水岸，牛体温测测下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朝阳区安华里社区进行防疫视察，嘛甲在地人开讲，强调一定能拍赢这摆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菜价怎么样？菜价还行啊，还行，非常时期就不握手了。但是咱们呢，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没问题，一定可以克服这场疫情。一定能打赢。了后，习近平这是去北京的地坛病院，卖用实行鼓励武汉的经营坛病院、火箭山病院防控医疗人员。向全国的抗击疫情战斗中的医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这是习近平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头一出现伫防疫政线。外界认为，疫情爆发了后，习近平真少出现，就是咧降低家己面对疫情的政治冲击。当然，中央抗疫小组的组长嘛交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习近平初十出现，是伫背回外界认为伊领导地位不稳的风声。另外一方面，疫情爆发了后，中国当局征用校园、体育馆来去封城病院，收真侪感染的病人。目前尚无完工15组，暗过内部相片流传出来，患病床根本无过境，病院常发生停电状况，一群人斗阵用这便所，常常听到酷酷声声音，嘛看无医生或者是护理师登记病情。虽然讲强调院内未出现互相感染，暗过互外界真歹相信。另外一方面，世卫组织 WHO 的先遣团队已经伫初十暗到北京，主要任务是了解新冠病毒来源甲疫情的严重程度。这摆专家团队是由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布鲁斯·埃尔沃德领军。埃尔沃德捌伫2014年到2016年负责对抗社会伊波拉疫情。Bruce and his colleagues will be working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right expertise on the team to answer the right questions. 世卫组织目前无讲团队的成员身份，不过希望后续会当增加到上细10个人。不过美国方面指出，这摆团队并无包括美国专家，那先遣队成员差不多毋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记者综合报道。咱拄仔看到习近平哦，伫咧新闻画面内底哦，有向即个中国即个医师来致意啦吼。有爱致意的，还有一个人，或者是李文亮医师。咱看到李文亮这个医师吼，本底敢若是伊伫群组内底讲伊发现有差不多7例即个案例啦吼，无想到讲伊就先去哦，即个咱的公安吼，因的公安吼，即个部门去甲抓起来，就甲伊讲你爱写即个悔过书啦吼，讲你为虾米爱制造即个谣言啦吼。其实咱自这12月30甲2月初7，咱先来看讲伊即个过程是虾米啦吼。咱讲即李文亮头拄嘛讲到，伫因的即个WeChat内底啦吼，发布自即个华南即个海产市场即个肺炎即个疫情，提起到即个医师同行哦，都爱来注意防护啦吼。即个部分即个记录都去互流出来。另外咧，你讲1月初3的时阵，就互即个公安单位来即个约谈啦吼。讲伊就袂当继续即款的即违法的即个活动来受到即个法律的即个制裁。咱讲即个李文亮，伊讲无清楚家己是毋是即个造谣的人吼，敢若知影家己是讲真话，去用即个做混解吼。另外咧，咱讲到1月初8的时阵，李文亮伊接触到一个即个患者吼，过两工发烧就出现到即个武汉肺炎即个病症的即个部分。10号的时阵，李文亮嘛出现到相关的即个病症啦。12号伊接受隔离治疗。2月初1，咱就看到伊伫微博头顶哦，嘛讲伊的即个核酸的即个检测结果是阳性的吼。就是诊断确定。另外，咱讲2月初6的时阵，伊的病情恶化啦吼。暗时9点的时阵，都已经传出到伊心跳已经冻点呀。院方迄当阵讲咧急救啦吼，伊当阵插管啦、ECMO 啦，到咧甲做施救。透早是饭点3点过啦吼，伊讲即个宣布伊过身的即个消息。其实哦，伫咧9点的时阵，即个微博头顶就一片咧讲伊已经死亡啊！大家拢咧悼念的即个部分，但是尾手咧，迄当阵叶克膜在底下开始咧施救，这是反映出即个中国想要什么即个言论的即个部分吗？我看到的即个状况是安尼吼，就是迄天伫9点外的时阵，开始有人讲即个李文亮医生，伊可能已经过身去啊，可能已经因为即个肺炎过身去啊。但是到11点的时阵，阁有人咧讲可能未过身，阁有咧急救，对 ECMO 啊、啥物电极啊这些所有的方式拢咧甲伊救啦。我迄当阵看微博啦吼，面顶有人伫遐抛嘛，有人讲紧甲伊抬掉，紧甲伊抬掉，伊还袂死，还咧急救。拜托你甲伊抬掉安尼。其实我要讲吼，这种消息拢唔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因对言论的管制已经管制真久啊，所以大家拢用半信半疑，都唔知讲我到底要相信这个，还是要相信迄个。但是大家的心情就是讲9点外的时阵，廖做哥已经过身嘛，所以就悲伤的。但是11点的时阵，就看到讲搁咧救，搁有可能，所以大家就讲搁有希望讲得甲伊祈祷。
或者足少年的一个医生啊，莫安尼就过身去安尼。但是到差不多半暝11点、1点的时阵、1点的时阵、2点的时阵吼，大家就讲啊，就是主持人你讲的安尼，就是讲其实伊已经过身去啊，但是有关单位可能无想要伊遐早过身去。惊大家足生气的，所以甲你咧急救啊，啥物电击啊，啊是电甲讲，规个即个身体就是全乌去安尼。其实拢无人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大家都足非常的生气。就是想讲政府啊，有关单位是毋是爱互即个人活落去啊？但是无互伊顺顺利利的去行啦，去离开安尼。所以迄暗嘛，就是差不多2月6号的迄暗。就是大家都心情是敢若咧洗衫温暖共款，搁生气，啊搁悲伤，啊嘛是对政府做的代志较怀疑安尼。迄样的气氛是安尼，阮看是安尼。咱讲就是这个网络的这个气氛啦吼，咱伫这个武汉嘛有这个特约这个记者，伊看到的这个情形，伫咧街仔头还是讲有人咧就是讲纪念咧这个李医师无？伫街头可能较无可能，我必须我要讲即件代志，就是讲因伫网络的讨论是真济，但是你嘛知影讲即马武汉即个流行的即个病的状况哦，伊就较无法度去街头讲像咱游行啊，还是抗议，还是安怎？有淡薄仔人伫遐举牌啊，还是讲伫派出所头前咧伫咧讲话，但是拢真少啊，只是说啊尔，但是。伫网络是有几十万人、几亿人咧关注即个消息，就像讲，伊有人写讲有一个 hashtag 讲我爱言论自由，即个言论自由是286万人伫咧讨论，一个伫咧读即条消息，安尼啊，李医生讨论的代志嘛是超过2亿人咧讨论，就是讲伊过身了嘛，有即个6.7亿的即个人伫遐读即条消息啦吼，只是讲。这网络影片吼，即阵有出来吼，可能阁有人去即个公安即个面头前，因即个派出所还是讲公安即个单位头前吼，伫遐反共产党啦吼，即个部分其实伫网络顶嘛是看有诶啦吼。是啊，其实因是有即个宪法有保障因的即个言论自由，但是因无可能嘛。是因的意见，我是感觉我家观察讲吼，因的最生气的，就是讲宪法其实是规定，因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有规定讲，因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大家拢知影讲，因的言论是无啥物自由，就是互人管制起来。啊，平常时阵日子一天过，伊嘛感觉讲啊，管制就管制，阮的国家都是安尼，阮嘛无法度。但是伫疫情在流行到即马，已经有足侪人死去，啊，足侪人去感染，啊，因都足想要知影讲到底真的情形是安怎，所以即马因就感觉讲言论的自由是真重要。李医生的即个代志来讲，其实李医生伊无想要做迄个分比啊迄个人啊，伊无想要甲大家讲，伊是感觉讲一个医生伊伫病院看到讲有可能即个肺炎的流行哦，有可能甲 SARS 有淡薄仔共款哦，可能会足严重哦，所以伊甲伊家己的亲情朋友迄个群组内底讲啊，大家爱小心嘛，爱保护家己的健康啊，就是安尼真简单的一个交代。啊，结果互人迄个翕相，迄个画手机啊，迄个画面嘛，互人翕相，啊，结果传出去，啊，结果因就讲，这。其实伊嫌分比啊，拢无够，拢无算。伊是敢一个真普通的人。其实按照台湾的算法来讲，就74年厝。唱牛，34岁唱牛，真少年的一个医生。啊，伊就因为安尼受到的警告，就是公安甲伊讲，你安尼是一个，你咧讲白臭话哦。咱武汉无肺炎，咱中国无流行肺炎，你安尼是凊彩讲哦。你安尼对于社会有一个扰乱哦。啊，你莫讲安尼，你若是讲安尼，阮就会用法律甲你处罚。啊，所以我感觉讲，中国大陆的即个网络顶悬，但是都想要讲，这是一个真普通的人，其实伊毋是一个英雄，伊一个真普通的一个少年人，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件真普通的代志，结果互人处罚，啊处罚了后，就佫不幸的，就是讲伊家己嘛得到一个肺炎，啊结果因为病院无法度甲伊治疗较好，所以伊即摆就过身去啊。所以规个一个故事，互大家感觉讲啊，心情实在是足郁卒的，实在是足生气的。所以有足侪人是开始要求讲，我想要即个言论的自由，因就感觉讲言论的自由，伫即个疫情的即个状况内底是真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人抗议啦，啊有人去要求讲爱言论自由，这是迄暗嘛，都是有足侪这个声音，啊足侪人嘛感觉讲，这是毋是对
政府还是对政权是有淡薄仔影响安尼。我嘛大家拢咧看。是啦，我嘛真好奇吼，就是讲，其实咱台湾若是发现像这款的这个肺炎也是疫情，咱安怎通报？咱的这个管道一定是这个真透明、真公开啦吼，一定无像安尼会去用暗砍落来啦吼，意思咧。照你讲，若伫台湾呢，你无报你去犯罪咧？是嘛？你无报你犯罪，伫中国是国家讲你有罪，你就有罪；国家讲无疫情，你就是无疫情。必须国家讲咧算。啊，伫台湾，咱爱通报的病，咱无通报，咱这犯罪。当然，这是一个新的病啦，新的病。过去以来是无讲要通报，但是你若讲发现讲，奇怪呢，最近较有一寡莫名其妙的病咧出现咯。其实医生爱有一个一个觉悟，就讲这个怪怪哦，爱找一寡专家来研究，是毋是有这个新的病咧出来？有当时咱有这个感慨，爱感觉。SARS 时阵嘛是安尼啊，SARS 时阵头起嘛无人知影，到尾就人慢慢的，当然疫情愈来愈济。咱就了解讲，这可能一个病，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咱来去研究看，这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病，是一个新的病，哦，那叫做新兴传染病、新兴的传染病都出来啦。所以讲实在，咱应该要鼓励这个人，唔是咧甲要咧罚这个人，咧压制这个人，讲叫伊莫讲话啊。伊即摆要暗砍，愈砍，其实是愈厉害。你看，你甲砍到底，已经传出去，传到遐未收束啊。未收束啦，要安怎解决？是，对不？你若讲较早了解，有问题哦，大家赶紧来防治这个病，甲遮个人甲集中起来，来甲看到底是啥物问题，莫有遮个人搁传出去，啊，你毋才会当控制一个新的病，啊，你甲迄个讲这个有这个病有新的病咧出现人，甲发，啊，大家拢毋敢讲诶，毋敢讲诶，这个病就一直传啊，亲像即阵未收就是啊，啊，你未收煞啊。所以讲实在，中国大陆讲这4万几个人，可能还搁10倍啦。对，冰山就是安尼啦。是，10%伫咧外口表面俩，啉伫咧海水内面的，还搁9%。是，已经是10倍以上啦。是，所以差不多是这个40多万啦吼。咱继续要来看讲，各界是安怎来这个评论这个李文亮啦吼。其实咱看到，咱拄仔无讲到，这个其实中国因的宪法受这个言论自由的啊吼，但是咱讲。这个这个教授嘛公开性呼吁啦吼，伊讲完全着符合着宪法，这个当局应该爱认错道歉啦。所以我头先嘛才讲到，这个习近平伊讲全国咧对抗这个疫情的时阵，战斗中的这个医护工作者吼，甲因致意嘛爱包含着这李文亮医师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中国妇女公卫学者艾小明啊，伊讲吼，还有这维权人士哦，伊讲都要甲2月初6。即天定做是国家言论自由日啦吼，嘛希望因为这个李文亮医师的这个死亡，会当互这个中国官方哦，会当正式面对着这款这个问题啦。但是咱看到因的官方咧讲李文亮医师的时阵，佫是反对着咱看到因中国驻美的这个大使，甲驻法国的这个大使啊，其实拢是反对这个来纪念这个李文亮吼。咱安怎看这种现象咧？其实吼，李文亮医生哦，伊伫病房内底哦，伊有接受媒体的访问，啊，伊有讲一句话，我感觉讲是真有道理。伊是讲诶，一个健康的社会无应该，敢若只有一种声音。伊讲即句话，其实所有的网络的人嘛是传足侪，伊大家讲会是啊，咱遮尔大的一个国家，遮尔大的一个社会，若是敢若只有一种声音，其实无健康嘛。伊做一个医生，伊就讲啊，这是一个无健康的代志。啊，但是大家会当看到讲啊，因的政府呢，即摆代志过了后，伊迄个嘛24点钟啊，可能管制的人啊，搁咧嘛是搁咧休困啊，是安怎？但是早起开始咧，因网络即个讨论都人暗掉，互人摕掉，就是即个讨论，你即摆去找已经找无啊。所以呢，官方的态度我看是嘛无啥物改变啦，应该是安尼来讲啦，就是讲。伫即个中间，虽然有足侪人咧讨论，啊有足侪人想要抗议，也是来想要甲政府诉求，讲都是即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其他的声音出来。但是因政府即卖的做法，就即句话来讲，也是只有一种声音出来，就是以后嘛是爱政府来发表即个疫情的即个状况，啊无法度互其他的人去怀疑、去讨论。我是感觉讲，这就是讲譬如讲台湾的政府即届吼，咱台湾的民众。就是
相信咱的政府嘛，因为伊是所有人，包括咱媒体啊，咱所有网络的人，拢会带去甲，拢会使甲伊骂，都有足多的声音嘛。啊，这是一个健康的这个环境嘛。啊，但是中国即马看起来嘛是讲，虽然讲李医生的代志，迄天是足轰动的，但是即马因嘛是讲啊，无你讨论了后，讨论安尼就好啊哦。啊，继续了后嘛是敢若只有咱政府即种声音较好，安尼嘿。即马有武汉嘛是安尼。是，尤其李医师过往了后，其实佫有其他亲像伊共款这案例嘛是去互这个公安抓起来，嘛是有这种情形出现啦吼。是，恁讲有8，因讲有8君主啦，毋是敢若即个李文亮医生安尼啊，就是讲即马呢，我收到上新的消息，就是讲武汉遐已经开始。啊，就讲你以后吼，即个疫情的肺炎的消息，无法度甲外口去求救，就是你袂使讲你甲我救哦，我即马无喙炎啊哦，还是我即马就烦恼啊，我就紧张的，你可能我袂使甲外口讲啊。譬如讲我无喙炎，拜托大家来甲我斗3工，这是网络已经袂使讲啊，所以就继续来管制啊，继续互即个环境是较无健康啦。是，虽然讲有一种声音。中国真正是暗砍这个言论自由以外，嘛是暗砍因的这个疫情吼，暗砍关系了，就像咱头讲的，这个疫情是安尼拖全球啦吼。咱头嘛讲到，其实真济这个可能是12月时阵，因就发现有一款这个病情吼，啊咧拖到1月时阵，咱看这一个高峰期安尼出现啦吼。啊，其实上悬的这个高峰也未开始咧，有人是安尼讨论啦吼。意思，我相信也未到上悬的高峰期啦。因为你看，遐侪人也袂着咧哦，遮个人拢会着的哦。你甲他封城，交通甲封起来，你是讲安就解决咯？遐侪人你有法度管制？你武汉封城迄阵500万人，伊个走去外口拍走去啊。遐人看你别个县去啊，无可能讲安就解决啊。你安怎封嘛，无可能讲想咧加到安尼甲封条啊。啊，佮讲，即边的即个武汉肺炎有一寡人咧。病情较轻，你根本就唔知伊得病啊！你唔知伊得病，你是要来防？这是一个问题啊！SARS 迄阵，大家得咧拢真严重，所以你知影伊得病，你会当甲叫伊住院，甲迄个叫伊甲封起来，卖互伊走去外口去传。但是武汉肺炎无遐简单哦。伊内面佫有一寡无镜头的嘛，无镜头的人，伊变做这实在是一个人的体质。人就是吼，你看咱有吼。100种的人吼，你得着一个病，大家人症头无完全共款，有个人就无代志，有个人就是足严重。你搁讲迄个艾滋病，迄个艾滋病嘛是安尼，嘛有一寡人吼奇怪咧，伊特别的体质，伊病毒都无法度去甲感染，嘛有迄个人咧。所以这个人咧，有一寡无症头的人咧，愈歹防。伊无症头，你要哪个防？伊嘛唔知有病，啊你嘛唔知有病，啊你是要哪个防？啊伊就会当。有当时拄底扫者，拄底摸一个喙烂，甲摸一个环境内面，啊，都有病毒，啊，你有个人你甲摸咧，佮摸你甲就对啊。伊鼻啦、喙啦、目睭去，你就得病啊。所以这个人确实较歹用，这所以这个武汉肺炎哦，你讲安尼就解决无遐简单，确实是无遐简单。尤其吼，一般这病毒哦，拢介意较冷的环境。啊，咱即摆佫足冷的。所以也袂甲一个热天，你若较热天，有当日头咧芳吼。即个有一寡较流行的病毒，有当时较无的，所以我咧想吼，一般大家咧估计嘛是安尼啦。天气较无到5、6月啊，吼，迄阵足热迄阵吼，可能还袂收山咧。有影啦吼，咱先来看讲，即个若是出现无镜头即款传染者吼，安怎来去做防疫？咱看到即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吼，讲对着即款无镜头确诊的即个个案的即个厝内底的人吼，主要就是即个采检的即个对象。另外，咱头拄嘛提讲到，互大家做参考，就是讲，即个河北乡即个研究员伊所讲的吼，伊讲安尼传染无法度透过隔离的即个控制吼，敢若会当透过民众落实即款防疫的即个作为啦吼。啊，即个其他的即个感染科主任李主任伊嘛讲吼，亲像即款无镜头嘛受传染力的即个病情来看吼，政府一定要扩大所有即个亲密接触者的即个采检啦吼。其实咱讲到伫咧。河北乡吼，伊嘛有讲到，伫咧今年1月时阵 ，Lancet 伊就发表，就研究发表吼，伫咧深圳有一口罩6个人去武汉哦，4个大人伫武汉当地去病院来探病啦吼，啊尾啊，就其中一个囡仔发现，即个囡仔嘛是有感染到，但是无任何即个症状啦吼。
另外，咱讲到咱台湾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讲第5例，台湾的第5例发病了后，才有这个感染性，但是伊的这个翁婿过长工就发病，这嘛是讲咧这个隐作期，咱讲这个隐作期可能有当时啊有5至7天，但是有讲这个钟南山伊这个报告佫有上长24天。啊，另外咱讲到这个第18例，因这个爸爸妈妈伫意大利转机回来台湾，啊，这个小莲煞伊的这个哥哥。啊，小人说这个弟弟嘛是有丢了哈，啊，尤其这是无镜头的，咱要来防治讲，咱台湾已经防疫已经做到即阵啊，真正爱避免着这款的这个社区感染着。对，目前就是安尼，就讲，咱即摆比如讲，你有含一寡有着病人接触着，不管你有镜头无镜头，伊拢爱加架起来，是，袂使互伊出去外口拍拍照。啊，你该逐工去，毋免讲逐工啊，上要规2工，你得爱去甲验看伊有病毒无。是。有一寡人吼，确实有一寡像迄个夫妻迄个代志。迄个太太呢，伊伫无镜头迄阵，伊就传染性啊，伊就传染互因翁婿啊。啊，落尾伊得病了，咱较知影讲哦，原来伊是一个武汉肺炎的病人，结果因翁婿嘛得着。是。所以这就是讲无镜头的人，伊甚至伊虽然互传染着，伊未发作以前，伊就有传染互别，伊就有法度传染互别人啊。是。啊，有一寡人是完全拢无镜头，你搁互伊。14天、20几天，伊嘛是拢无镜头，但是伊都有传染性。是，这个来是讲这个带源者、带菌者，这古早确实是有这个例子的。是，咱较早上过咱讲伤寒玛丽，迄就是讲迄个种伤寒吼，一种病吼，伊伫大便内面，伊内面有一寡霾菌吼，会当传染互别人。是，啊，伊家己无镜头，但是伊就会通传染互别人，别人就互传染着就有镜头，但是伊本身就无镜头啊。是。确实，咱伫人类迄个医学界内面啊，确实有一寡即落人，就是有即落人。是。伊本身就无镜头，但是伊就会当传染互别人。啊，你的体质较歹，较无适合即个病毒，你就好着，你就得病。啊，伊的体质就较特别，伊就无病。所以即个代志就是讲，歹防就是即个问题，做歹预防的。啊，但是咱就尽量就是讲，你若有含即个武汉肺炎病人接触的人，你就拢爱检疫，爱检疫，就爱出啊。啊，来叫伊关伫病房也好，还是讲伫厝里也好，你爱个定期甲检查，检查甲伊无即个病毒出来了，你才会使放伊出来。上起码14天，即马讲24天，哇，这代志佫愈大条啊！你要关这24天吼，那你家关1个月，迄个有毒畸形共款啦，有毒畸形共款啦。啊，所以有人关到关袂掉，外口拍拍照。你即摆下台，你外口拍拍照是犯罪哦，要罚钱的哦。所以这是爱真重视哦，大家嘛是爱讲，我为人为我，大家嘛是爱较忍耐的。讲实，你若真正有病，嘛莫去外口佫传染别人。有讲你上侪传染病，实际上是你的亲戚、你的至亲，所以尽量哦，你还是爱较忍耐。你若真正有问题，你还是爱住厝里，住病院好好住。唔好想讲买外口要创啊，要看电影，要买物件。影响的是规个规个台湾吼，这个可能社区感染都安尼拖过。另外咱讲到这第15例、16、17、18这一口罩4个人啦吼，其实咱讲到可能有讲这种无镜头的这个案例嘛出现，但是咱讲到这个防疫期间吼。千万唔通甲这个案例吼公布啦吼，嘛受这个消息讲，这个内湖分局这个部分吼，有人这个泄露，这款的这个消息。所以咱头先讲到这个言论自由，咱台湾是有一款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唔是用伫这款这个部分啦，是。是，我感觉讲这个疫情的这个流行的迄个时阵吼。大家互相的相信是真重要。啊，迄个相信就包括讲，你无自由嘛无相信，但是伤自由嘛无相信嘛，无法度相信彼此嘛。就是讲，即个局长伊甲即个名单讲出来，互大家找到讲，即个人，以为即个人是患者，即个人是患者，啊，大家都会吓惊着，吓惊着就是讲，我以后莫讲，我以后拢莫讲，我若是实在讲，结果你甲我讲出去。安尼就唔好，就是人甲人之间吼无互相的信任啦。但是若是有相信，你相信政府，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安尼大家合作，才会去阻止即个疫情的即个流行，继续咧传染。但是即马你讲中国大陆是管伤济。管伤严，所以大家嘛是无相信政府啦，政府嘛无相信你老百姓啦。但是台湾吼嘛是讲即个时阵，大家拢会讲，这是一个敢若一个战争。
嘿，就是讲即摆有流行即个肺炎，就是干那一个战争的状况。我是感觉讲嘛是有淡薄仔道理，就是讲有时阵莫讲的话你就莫讲，嘿，啊无应该讲的话你就莫讲。啊，但是咧，你若是爱老实讲，我去过香港，去过大陆，啊去过香港，也是会去其他的日本啊安尼的所在，你若是应该讲，你就爱讲，爱老实讲。啊，但是无应该讲的代志，就无爱莫讲安尼。其实台湾的即个制度是比大陆较好，所以应该是爱相信家己的制度啦。吼，啊，但是大陆就是讲啊，应该爱莫管遐济，莫管伤济，就是即个判病的时阵，就是有管制甲无管制迄条线，其实唔好抓。啊，但是即马台湾，我感觉讲是做甲算讲，较好淡薄，所以咱应该爱相信即个制度啊，去遵守啦。有影啦吼，咱昨嘛有听到即个。陈部长吼，陈时中部长伊嘛讲吼，对立真正是无较好的啦吼。伊讲甲真好，伊讲甲真好。所以咱会当看到，其实咱台湾政府这个防疫这站已经做甲真好啦吼。咱嘛爱互因这个掌声，但是讲咱嘛有听到这个医护人员伫咧第一线吼，这个政府的这建议啊，咱头先嘛有讲到，真正唔通这个无限制这个包机这个行为啦吼。另外就是讲。搁一届甲呼吁大家吼，就是爱伫即个防疫期间吼，若是讲有即个新增加即个确诊的即个病例，千万都唔通伫网络顶来公开即个病例，也是讲伊住伫倒啦吼，这真正是会造成着惊吓，对即个防疫真正是无帮助。今日嘛感谢即两位来宾吼，搁有头顶咱到线顶，甲咱做伙讨论即廖秘书长，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下回再会，拜拜。是这哦。